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人客客，客就是来宾的意思，颠倒边的词就是主。人咧讲来者是客，另外这个客嘛会当称呼做生意买卖买主，嘛是买手，咱就称呼客户。文音读做客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扣客，主要是咧讲计程车运将沿路招人客，一个收偌济钱，先讲好好势，就是沿路扣客。第二个词，这个声听起来嘛真共款，叫做叫客，嘛是差不多共款的意思。叫客嘛有人讲叫客，叫客当讲是招生理、求生理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客人车运将生意若要好，唔若爱跳表，嘛爱加减叫客。较无人叫车的时间，就用扣客加减赚才袂散，加减扣就免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客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客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